们这里不可以养狗。不是，他不是故意要叫的，他其实真的不叫，真的，他只是换了新环境不习惯，他习惯了肯定不会乱叫的。求你了，赶紧走吧。你让我住到周末行吗？我这还上班呢，我上哪儿去找房子啊？哎，你押金还没退我呢！哎，宠物狗不能带上车啊！宠物狗不能上车，不能上车。下车，下车！宠物狗不能让上车。师傅，去哪儿？殡仪馆多少钱啊？殡仪馆？啊，多少钱？哎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你大爷的殡仪馆！画一幅春天的画，第一笔画在草木上发芽，短短的和我一样，原来春天也剪了头发。画一只迷路的鸟，高高的爬在白云的肩上，画一棵胆小的树，它睡醒了就会开芒花。可是春风是透明的，请告诉我，有谁见过它？他说每当树叶落在屋檐下，就是他记得悄悄话。你谁呀？跑这儿旅游来了？我是您的徒弟呀。哦，是吗？这你让我长见识了，打扮成这样，牵着狗，到底比师傅还晚。亚楠，你见过这样的徒弟吗？你是不是遇见什么突发状况了？我住的地方不让养狗，我们被撵出来了。住的地方不让你养，你就报殡仪馆来啊！你到这哪儿？动物托儿所吗？那怎么办？行了，3月，换衣服去吧。那狗呢？好办，我烧炷香，把它供起来。不用，那个我给他拴办公室，把门关上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快去换衣服吧。谢谢师傅。忙碌的一天，并没有因为我无家可归停下脚步。殡仪馆的工作要每个强大的灵魂真心挺不住，失眠、食欲不振、噩梦和……亚楠姐还是手把手的教我。进来呀。师傅就……我俩依然谁也瞧不上谁。以后师傅说啥你就听着，别跟他顶嘴，让他把火发出来就好了。他也不会真记你的仇。但我怕我会跟他记仇。这些95后可真有意思。我可不代表95后啊。行了，你把他们简单整理一下，把名牌挂上就行了。
这就画好了。一般正常死亡家属没有特殊要求的话，咱们就简单整理就行。来，把丝巾给老人系上。我记啊，不然呢？你都来2周了，遗体都不敢碰，那3个月实习期一到，你怎么考核呀？拿着。一会儿27号告别厅是小厅，有引导员来接。26号要求直接火化，你交给杨林就行。都要火化了，干嘛还系丝巾？老人一辈子没结婚，生前跟3个单身姐妹住一起，算是护助性养老吧。前几天睡着觉就走了，按照生前约定，他们把他送过来，也不搞什么告别仪式，但是要求给他化个漂亮的妆，算是体面的离开吧。好酷啊！行了，你别磨叽了，一会儿新遗体过来了，全都堆这儿了。新的来了也要我收拾啊？对呀，这不就练你的吗？你这周的任务就是负责挂名牌卡，但是你记着啊，你把遗体推到告别厅之前，确认好名牌上的信息，千万别搞错了，记住了，千万不能搞错了。你去哪儿啊？冷藏间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你在解剖室等着吧，我能行。当所有的浮云从我头顶掠过，唯有璀璨的晚霞可以温暖我的心。说人话。我前女友要结婚了，新郎是杭州一家大厂的程序员。我很难过，今天晚上下班，务必陪我大醉一场。你上回分手说我是朝阳，这回我就成晚霞了。你下回分手别告诉我了，我自转没那么快。你要想取暖，买个小太阳去吧，那玩意儿暖和。我感觉太难了，要不你把我收了吧？我把你收冷冻柜里去。这。不进去了。晚上哪吃啊？没空，姐有约了。艾芙，艾芙，来，好了，艾芙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可真够丑的。哎，来，别影响我工作啊！来，你呀就乖乖的在这儿啊。哎，你有病啊！开个玩笑嘛，别生气哈。一点儿也不好笑。哎，王丽丽好了没有啊？那边催了。好了，这个。王丽丽是吧？哎呀，帮我搭把手，我这手骨折使不上劲儿。来，哎，走。家属呢？他们堵路上。哦。等会儿，这是王丽丽吗？这是王丽丽。我记得王丽丽是25岁的音乐老师啊。她。王丽丽是吧？帮我搭把手，我这手骨折使不上劲儿。完了！师傅，
亚楠姐，你送的遗体呢？啊，放下，已经在火化了。师傅，师傅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搞啥子呢？师傅，师傅，快停一下，快停一下！错了，把门打开，快，把门打开！什么情况？你别问什么情况，你先打开，弄错了，你快点儿！我看你们这事弄的。赶紧打开！哎，好。主持人，丽丽怎么还没到啊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？麻烦您再稍等一下。你好啊，丽丽，我叫梁格格，是殡仪礼仪的主持人。今天受你家人的托付，由我来主持你的告别仪式。我会陪你走完最后的旅程。丽丽，你是个善良的姑娘，从今往后，你再也不会受病痛的折磨。再见，美丽的女孩。师傅，我错了，今天是我错了。你当然错了，我说过多少遍了，遗体在被运走之前一定要仔细核对身份信息。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他不懂，你也不懂啊。是，对不起。你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那遗体真要是被火化了，咱们加起来都不够赔的。师傅，您别生气啊。做错事的人是我，您干嘛冲师姐发火呀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不是，我觉得既然遗体已经追回来了，我也知道错了，下次肯定不会了。你能别说话了吗？消下气，消下气。不生气啊，不生气。他知道了，您说他就明白了。本来他们可以在他肉身消失之前，去摸摸他的皮肤，摸摸他的五官，去抱一抱他，跟他说说话，哪怕现在是冰冷的，但至少可以让他们的心情有一个最后安放的时刻。可这个时刻，差点被你犯下的错误给毁掉了。要是真正毁掉了，那就会给他们留下这辈子都无法弥补的遗憾。不能告别，就是一辈子的遗憾。你瞎搞什么呀？说话！你把我狗丢了。什么狗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殡仪馆，是工作单位，你不好好工作，瞎找什么狗啊？你来这是干嘛的？我知道早上迟到是我不对，刚才弄错遗体也是我的错。我还知道你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，不想让我留在准荣班。我的表现确实也对得起你的不喜欢，
你打我骂我看不上我，你对我怎样都行，我的狗又没得罪你。那是秦伟送我的礼物，我长这么大就剩这么一个礼物了，你让我把它找回来行不行啊？三月，好了好了，是了。哎呦，三月，这个小家伙不知道怎么跑这儿来了啊！你赶紧把他弄走，这儿还有场告别仪式呢。礼物，过来吧。来，秦伟的告别仪式是在这儿举办的吧？我知道你是想他了，想来看看他。他要是知道你还记得他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但他现在不在这儿了，去了别的地方。我们回家好不好？走。我现在就滚。你滚远点儿，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。谢谢老板。姑娘想好了没有？吃什么面呢？来碗素面吧。好嘞。来喽。我要的素面。我请的。谢谢。老师傅，你这面馆开有年头了吧？嘿嘿，10年了。怎么想到在这儿开呀？啊，这儿的租金便宜，房租少点能赚到钱，能赚谁的钱？行了，别藏着掖着的啦。你那工牌啊，我早就看见了，是在殡仪馆上班吧？是引导员呢，还是主持人呢？整容化妆师都不是。她不是在里边上班那个小姑娘吗？她那工作服就是吧？她是怕丧气啊。她干这个工作会不会影响生活呀？就是，可能不好找对象，家人可能也不同意。哎呦，不是谁都能干这份工作的。可不是嘛。你们行不行啊？当人面说闲话，有病吧？哎呦，这孩子生气了。误会了吗？这不是。我呀，还真有病，类风湿关节炎。将来我要死了，一定找一个靠谱的遗体化妆师，到时候把我这个关节炎好好修复一下，不然啊，太丑了。这你放心，这个好弄。你怎么知道啊？这10年前呢，我老伴儿溺水了，等人救上来的时候啊，整个人呢，胀得都变形了。我看着他那样子吧，我死了的心都有。你说，这生前这么一个爱美的人，临老，怕是要出丑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是多亏了人家殡仪馆的整容化妆师，给他修复化妆。我老伴儿遗体告别那天，他是漂漂亮亮的躺在了瞻仰台上。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把面馆开到这儿吗？啊，我就是为了他们，保全了我老伴儿这一辈子的体面。我就是想办法替他们干点什么。哎，你们不知道啊，这个殡仪馆的职工晚上一加班啊，
想叫个宵夜难着呢，没有人肯往这里边送啊。嘿，打有我这个饭馆，他们什么时候想吃，我什么时候给他们准备好了。哎呀，不容易。是啊。小姑娘，干这个工作挺委屈的吧？阿姨告诉你啊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你这是在帮人，知道吗？你的工作很伟大的，你是个有大爱的孩子，将来你一定会有福报的。啊，吃面，多吃点，吃吧。买单，老板。走礼物。哎，姑娘。姑娘，我开这个面馆啊，百无禁忌啊。我这名字虽然叫伤心，但我可不是让客人都来这儿流着眼泪吃我煮的面的，我是让他们把伤心都留在这里，清清爽爽的走出去。所以啊，你下次再来呀，也不用什么藏着捏着，啊。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。啊，常来。师傅，3月回来了。今天的事儿是我不对。我不该公私不分带礼物来上班，我也不该粗心大意弄错遗体，我更不该受点挫折就说不干了。总之，今天都是我的错，请您原谅我。我需要这份工作，我想留下来。师傅，3月跟您承认错误呢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啊什么啊？从中午到现在，你干嘛去了？我上对面吃了个面。吃面？你吃什么面要这么久啊？你知道不知道？我跟你师姐都快忙得4脚朝天了，你倒好，还吃面。我告诉你，面账250，你光吃不干活，要会变猪的。你要再这么混下去，这辈子都别想出师了。对不起，师傅。行了，3月，快过来，帮我抬到冷餐间。等会儿。上个厕所。他有病，还有阿尔兹海默症。谁？师傅呀。别说你的名字了，我的名字他有的时候都经常叫错呢。偶尔也会忘记工作中一些重要的事儿，所以他不是故意要扔你的狗，他是压根儿不记得办公室里还有一只小狗。你谁呀？我是您的徒弟呀。哎呦，师傅，哎呀，你把我狗丢了。什么狗？我不知道你什么狗，他什么狗？狗。那他让你吃药吧。看医生了，也吃药了，但是这种病就是只能缓解，没法根治。他这病吧，工作还好，不工作的话，更容易病情恶化。师傅这人还要面子，不想被人当成病人，所以以后他要是再有什么失常的举动，你千万别揭穿他，也别跟他顶，你就把这当做一个善意的欺骗吧。那他这样还能工作吗？现在病情还不算太严重。应该是能吧。你呀，别看师傅天天面黑嘴硬的样子，
其实挺脆弱的。师母早些年过世了，师傅就一个儿子，还常年在国外不回来。他回家就对着空无一人的房子，要再不工作，成天自己跟自己待着，病情进展肯定更快。所以这些年，他一头扎在单位，白天黑夜的忙，动不动就训人。既有他对这份工作的看重，也因为他明白，以他现在的状态，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不了多少年了。但这样什么都不说，真的好吗？你别忘了，在成为病人之前，师傅可是这儿最好的遗体整容师。哎，你那狗呢？放上新面馆了，下班之后去接它呗。文书人不错，房子找咋样了？慢慢找吧，房子这事儿可遇不可求。那千万别说你是殡仪馆的啊！骗人不太好吧？这不是骗人，对于心存忌讳的人来说，你瞒着点儿，那是体贴他们。我不需要那样。那你就试试。不行，去找别人吧。不行，不租，不行，嘘。亚楠姐的嘴是不是开光了呀？这么灵。又见面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住这儿。来，鞋，新换的。谢谢。这边，水、饮料、咖啡都有。你喝水吧。我不用，谢谢。你不用，但你皮肤需要。你看都起痘了，典型的水油不平衡。来呗。呀，来啦！师姐，你也来啦，好乖呀，我们都见过。这是格格，我这房子前年买的，买了之后就开始喋喋不休的跌。这不是为了还贷吗？我就招了俩租客，一个是格格，另一个姐们刚搬走。房子没问题啊，他知道我和格格在殡仪馆上班，吓跑了。你说这年头还有房客嫌弃房东的？你看，你要是不嫌弃，你就在这住着，房租950一个月，既付，物业归我，水电煤咱们平摊，合适吧？那我可以按月付吗？行吧。而且第一个月的房租要等我拿了工资才有。都穷成这样了吗？那你上午还那么硬气呢，说不干就不干了？行不行吗？行吧，看在小狗的份上，它那么可爱，那你俩玩吧，我先走了。拜拜，拜拜。他去哪儿啊？去相亲。
去吗？也不能挤。要用面膜啊？没事没事，我从来不用这样。你试试看，很有效的。明天要出去吗？你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我找到了房子，和2个殡仪馆的同事成为了室友。我对他们的了解称得上贫瘠，以至于他们周身艳丽的色彩对我造成了某种视觉上的巨大冲击。这不是我认识的他们，但或许这才是真实的他们。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哎，听你妈说你做化妆的呀？啊，对对，化妆。那你是哪家婚纱影楼的呀？我表妹下个月结婚，刚好呀，我把你介绍给她吧，你给她打个折。行，那个我先去洗手间。啊，你去。今天的演出效果不错。谢谢啊，那我下周还按照这个时间过来。哎，您知道之前在我们这儿演出的是谁吗？王丽丽。我也参加了她的告别仪式，所以，除非你辞掉殡仪馆的工作，才有资格继续在我们这里弹琴。哎，可是我……哎，抱歉，请你理解。那麻烦您把今天的费用给我结一下吧。好。谢谢。这么巧啊？干嘛来了？走了。谁走了？他。买单了吗？说好 AA 制的。我买了，陪我喝酒。赵三月，你真是我见过胡子最糙的女人。是这样。不是，他让我辞职，凭什么呀？他一个陌生人，凭什么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？他是啊，他是没资格呀，但是他就是能不用你，气人不？其实，你就算不在殡仪馆工作，你也能找到其他的工作吧？那必须的。格格学的是播音主持，是吧？还参加过唱歌比赛，后来还被那个星探给探上了，还拍过广告，是不是？然后一毕业就进海江电视台了，当外景主持。干了3个月，话筒给整丢了，就不干了。是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去殡仪馆当主持人啊？找人聊天啊？没有，就以前做主持人嘛，说好多话嘛，念稿。然后回到家以后呢，一个人在外地，就发现安静下来啊，连个交心的朋友都没有。然后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嘛，想做什么样的人啊？那以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？那不是跟我现在差不多吗？反正正好有次机会就去殡仪馆，我出外景，是我第一次看见告别仪式，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
那场告别仪式的最后，主持人领着往生者的家属来到户外，一起放了个风筝。等风筝高高飞起的时候，主持人把线剪断了。他说，风筝是往生者的灵魂，你们的思念都随他而去了。当时听见他说那句话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感动。想明明都是主持人，为什么他的工作就好像比我更有意义？而且我发现我平常对活着的人说不出来的话，对死去的人说出来毫无障碍。好像只有在他们的沉默里头，我才觉得自己不是孤身一人的。我能看见他们的灵魂，就给了我很大安慰。他能看见灵魂，我不信。你别管信不信了，反正他挺厉害的。为你能看见灵魂，走一个吧。咱们这行干久了吧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仪式感。那你有没有？有啊，我就是下班去理发店找 Tony 老师做个造型啥的，反正这是我活出来的第一步吧。还有相亲。对，还有相亲，那是我的主要项目。等你干时间长了，你也会有你自己的仪式感，还有很多禁忌。禁忌比如呢？比如我绝不参加朋友婚礼，绝不跟好朋友握手，不跟他们说再见。啊，还有一点就是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在殡仪馆上班。那如果人家问到了呢？告诉他标准答案。我是服务业的。我不喜欢撒谎。这不是撒谎，朋友。我跟你讲个事儿。我有一次打车上班，目的地我就填的殡仪馆，然后来了5个司机，全给我取消了。后来给我气的，我第6个司机，我站在小区门口，我说你不许给我取消，你要是不敢来，我就投诉你。那他来了吗？没有。后来我就把目的地改成了伤心面馆，第7个司机才过来。所以你看嘛，在一个不能直面死亡的国度里，这就不是撒谎，这是自我保护。被拒绝的感觉太痛苦了。有你跟陈法医的虐恋痛苦吗？你感受不到，你怎么这样？哎呀，小美，你别离开我。陈峰就是个渣男。三月，我们都说这么多了，你也讲一个你的秘密吧。秘密啊？我妈妈不爱我，这算秘密吗？不爱你我们俩爱你，来喝一个吧，我俩爱你来。是的，我好像闯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，不小心窥探到了别人的秘密。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，但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，我的心告诉我，想要紧紧握住他们的手，因为我发现，不管多么孤僻怪异的个体，都会在生命的某一刻找到属于他们的同类。我久违地感受到了扑通扑通的心跳声。秦伟说的对，活着还是不错的。你好啊，赵三月。走了，礼物，走。不好
好意思啊，没撞到你吧？礼物。您没事吧？走。有人跳河了，快救人！夜晚来临，路灯还未明，夜空的繁星照亮了拥抱孤独的我们，熙熙攘攘，像一地的匆忙，一如往常，花开要尽。时光了勇气，温柔的风吹拂着那温暖的光，吹过屋顶，吹过眼睛，吹进了心底，融化了美丽的回忆。无论是晴雨，有什么风景，跟着你来我梦里叮咛。田野或荒地，还有银河里，那个是你。无论在哪里，用什么心情，习惯了找寻。浩瀚潮里，一切有迹可循。